今日我參加共築電助力單車行業高質量發展大會，重點探討電助力單車購置保險的議題。這不僅是關注行業發展，更是為城市道路安全擔起責任。先分享一宗大城市案例。上班族張先生每日騎電助力單車上班，某天清晨在繁忙單車徑行駛時，因疏忽與另一輛單車發生碰撞，雖車身損毀程度不大，但張先生因撞擊慣性導致小腿骨折，同時需賠償對方車輛維修費用。經交通警員裁定，張先生負事故主要責任，維修費連同自己的醫療開支合共近萬元，令本就積蓄不多的他陷入經濟困局。他事後懊悔道：早知道保險這麼重要，一定早就主動買了。其實類似事件在大城市屢見不鮮，隨着電助力單車數量激增，駕駛技術參差、違反交通規例等問題，一旦發生意外，缺乏保險保障的後果難以預料。制度化措施既能保障公眾安全，及時彌補受害者損失，也能推動社會交通秩序更規範。另外，更關鍵的是，推廣保險意識能促使騎手重視交通安全，自覺遵守交通規則。當然，落實強制保險需細緻規劃，如何制定合理的保費與理賠標準，怎樣加強騎手安全教育以降低事故率，這些都是推動政策時必須兼顧的重點。